今日帶大家嚟到 South Surrey 參觀兩間全新商聘屋，連2睡房合法出租單位。物業坐落喺 Granville Heights 熱門地段，鄰近學校、超市、店鋪、社區中心，生活配套非常方便。一入屋就見到開放式設計，配合大窗令自然光充足，加上客飯廳同廚房完美連接，感覺一氣呵成。廚房設計時尚又實用，配有中島，適合日常生活同招呼朋友。上到樓上就係私隱度高嘅睡房同沐浴區域，配備精緻沐浴區域，寢居空間寬敞舒適，打造放鬆嘅私人空間。由用料到設計，每一個細節都經過精心考慮，兼顧美觀同實用性。跟住嚟到 basement 位置，可以見到就係擁有獨立門戶，大概有665尺嘅2房1廁合法出租單位。睇完前面嘅單位佈局，我哋就行去後面睇下下一個嘅單位設計。你冇睇錯，鑑於係後面單位嘅關係，所以有額外嘅草地戶外空間。室內佈局方面，大致上同前面嘅單位大同小異，都係開放式設計，有3房3廁，面積大概有1300尺左右，但係就冇咗 basement， 得返個 crawl space。上到嚟2樓主人房，再望多次個後院先。前後單位都分別有自己嘅單車房，而呢個後邊嘅單位，佢嘅單車房部分亦加多咗 coach house 嘅成分喺入邊，所以佢嘅出租單位就正喺入邊啦。而佢嘅面積亦高達到有800尺左右，包括2房2廁嘅格局。呢度就係最近喺 South Surrey 開價130萬之內揾到嘅全新商聘屋。我係加拿大蘇富比國際房地產嘅 Victor，我哋下次再見。